沈香林搞到一啲 AI 嘅教育，其實會唔會將我哋無論成功，其實我哋中間失敗咗好多，人哋未必知。同埋我哋明白到咧，其實去做一個叫推動 AI 一個新課程咧，係唔容易嘅。我覺得就係要成功嘅話，都真係要各方配合嘅，尤其是資訊科技嗰個嘅技術配合。我哋共同都覺得應該係貼地嘅，同埋校本嘅一啲東西裏邊。咁而中華文化亦都好多貼地嘅嘢，好多同香港相關嘅嘢。咁而中文文化嘅學習，如何又能夠結合到 ICT 同埋人工智能嘅科技呢？咁我哋喺呢幾年都陸續去做嘅。我喺中三嘅同創共學課程當中咧，就學識咗點樣去運用一啲 AI 嘅軟件去創作唔同嘅圖片啦，然後後期就加上自己嘅配音啦，就成為咗我嘅AI 嘅作品。即係1-2個禮拜咁樣上堂之後，慢慢發現原來呢件事唔係好無聊啊，唔係淨係生成圖片啊，可以自己做唔同嘅調節啦、修改係有趣嘅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嗰時嘅我都係對呢一方面突然之間就特別有興趣啦。咁其實嗰時都冇覺得係好難咯。都有再問翻 Miss Lam 點做嘅，就發現自己有呢個興趣咯。然之後就試下自己做咯。劉同學講得好，我學到崩潰啊！就係我想見到嘅嘢，你就係要知道原來個課程個價值啊。因為真係唔可以走錯方向，我自己覺得就係顧及學生全人發展同埋核心個技術。大家好，我係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嘅何嘉琪助理校長。大家好，我係沈中嘅林思琪老師。好，跳過蕭博士，我們請同學介紹一下自己。大家好，我係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4C 班歐淑媛同學。大家好，我係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嘅葉靜同學。大家好，我係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劉嘉瑩。大家好，我係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嘅錢明澤。好，蕭博士。好，大家好，我係佛教沈香林中學之友，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蕭欣學博士。大家好。那其實呢，如果是平時有聽我們節目的朋友呢，都記得這所學校，他之前呢，在2022-23的時候呢，已經開始用 AI 做那個同學的培訓呢，也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那今天呢，請到他們上來，因為在過去那個暑期呢，他們出了一本書，就叫做 AI 與數字教育跨領域的同創共學。那同創共學呢，我知道是你們STEAM 課程的一個很大的主題呢。那為什麼會有這本書的誕生呢？我們請何助教跟我們講講啦。好，咁其實呢本書呢係都匯集咗我哋喺22-23學年啦，去發展呢個同創共學，其實係一個校本課程嚟嘅。最開初咧，其實我哋中一啦、中二咧就推一個校本嘅 AI 課程，即係沈香林先有嘅。咁中一其實咧，佢哋就學習點樣同 AI 溝通啦、寫提示啦。咁然後咧，中二佢哋就學一啲叫圖像生成。咁其實喺呢幾年嘅發展咧，我都可以講係發生得好快，因為個科技推進得好快啦。咁所以去到上年開始咧，咁校長就不如中三都有同創共學啊，咁就可以做一個叫做環環相扣啊，咁然後幫助到佢哋中四，因為其實我哋中四咧已經開始而家學界講緊叫 APL，就係一啲職業應用嘅課程。咁所以中三咧，我哋就推展咗呢個同創共學咧，就係開始佢哋再學一啲新啲嘅嘢啦。就係中一學咗提示，中二學咗圖像，中三不如就係做一啲數字創作。咁數字創作其實本書都叫做一個數字教育啦。咁其實係呢幾年興起嘅一個 terms 啊。咁就係其實施政報告都講咗要力推呢個數字教育。其實就係當然 AI 係其中一個範疇嘅嘢。咁所以咧，在座嘅同學其實都係經歷咗呢個課程啦。有幾位就係今年都中四啦。咁佢中三咧，其實就係我哋上年第一年開始咧，佢哋就做真係去創作繪本。
咁我哋個課程一路推進咧，其實唔止係中學生嘅，因為我哋每年咧同阿蕭博士啦就會我哋去夾咧做一個小學嘅 AI 嘅一個比賽，想將區內嘅小學生同埋家長咧都嚟沈中感受一下究竟喺沈香林嘅中學生學啲咩嘅咧，然後就做一個作品。咁所以咧，我哋每年都有個大型嘅叫成果展加頒獎禮。咁咁啱就係呢位聯合電子啦嘅周總啊，咁佢就見到其實我哋之前都出咗一本書，不過我哋就係學界嘅書。咁佢見到哇，同學好犀利喎，做到啲咁樣嘅作品，即係佢哋做繪本啦，做一啲唔同嘅社區嘅畫作啦。咁佢就邀請咗我哋，會唔會出本書？係啦，咁呢本書就係匯集咗我哋喺沈香林嘅團隊。其實成個課程唔係淨係我科技科嘅，就係有中文科啦、英文科啦、國科啦，點樣應用 AI 啦。咁所以咧就誕生咗呢本書。咁但係有一個咁嘅好機會，我就當然邀請埋同學刊登佢哋嘅作品落去，亦都邀請咗其實本書裏邊係有40幾個作者，就係我覺得喺 AI 推動嘅時候咧，我哋中學嗰個界別其實好細嘅啫。去推動 AI 係講緊成個社會嘅事，所以咧我哋亦都邀請咗好多各方好友啦，就係資訊科技界啦、大學界啦，其實就係好多間大學都有教授有學者。咁另外咧有資訊科技界嘅立法會議員啦，亦都有一啲律師啦，好多唔同嘅人士咧，一齊喺佢哋嗰個界別嘅角度，點樣睇數字教育或者 AI 嘅發展，所以就誕生咗呢一本書出嚟。好了，那剛才就說，其實你們就是在過去幾年一直都是很關注關於 AI 的教育的。其實一個校本課程要把它結合成一個書本，那當然因為校本課程是屬於你們學校的嘛，其實跟其他學校只是有參考的作用，但是當出版一本書的時候，就肯定要跟讀者廣大的讀者有關的。為什麼會想到有一本書要我們要出版這本書，希望達到一個怎麼樣的效果呢？嗱，回應翻就係我哋出呢本書咧，同我同阿蕭博士啦搞比賽嗰個原意都一樣，就係沈香林搞到一啲 AI 嘅教育，其實會唔會將我哋無論成功或者可能喺各個領域見到沈香林好順暢喎，其實我哋中間失敗咗好多，人哋未必知。同埋我哋明白到咧，其實去做一個叫推動 AI 有新課程咧，係唔容易嘅。因為其實我啦同林老師啦，除咗呢幾年一陣林老師都可以分享下就係 AI 電視台啦，佢哋最後點樣訓練啲 AI 主播去拍一啲叫做漁業嘅節目啦。咁其實我同林老師咧都有幫中文大學咧，就係教緊一個叫智慧學理嘅課程。咁呢個課程咧，其實係教育局嘅一個撥款，教育局就好好咧，就係推動呢個 AI 同埋科學科嘅一個應用。咁其實我同林老師去教嘅時候咧，就係對象就當然喺中文大學教啲中學老師啦。會見到原來咧啲老師對 AI 咧，即係可能我哋中一係教緊寫 prompt 啦，原來我哋教嘅內容都係我哋喺中一裏邊照教翻啲老師，喺對佢哋嚟講咧，咁當然我哋會調整翻個高少少嘅層次啦。咁原來好多佢哋都係未必完全去了解。咁所以我哋一路都意識到就係既然我哋各科都咁好啦，每個同事其實除咗Miss Lam 啦，仲有就係英文科、中文科啊，其實一推 AI 我哋就已經去做好多唔同嘅一啲活動設計。咁所以我哋出呢本書其實就係想去分享我哋嘅經歷，可以叫做出一分力，避免好多叫做踩地雷啊。係啊，即係我睇咗本書之後咧，我已經知道有啲乜嘢我係可以跟住呢個方向做嘅，真係想幫助個學界嘅發展咯。其實呢一本書咧，去到今日其實1000本已經賣晒。
咁然後就係我哋出咗叫增訂版啦，我哋加印咗啦。咁最終我哋就係想做到呢樣嘢，就係推 AI 唔係沈香林先做到嘅一個例子嚟嘅。咁當然每一間學校其實我相信推嘅 AI 都會有佢校本特色，因為好講就係有啲咩人，即係可能我遇到蕭博士。所以我哋推嘅 AI 有啲非遺文化、中華文化特色嘅嘢，甚至連而家係蕭博士嘅學生咧，佢都俾過我睇佢學生啲作品，因為我哋交換啊，我又去咗阿蕭博士浸大度幫手教一兩堂，咁跟住我哋學校因為有 Miss Lam， 又或者有一班好好嘅學生，我哋發展到電視台出嚟。其實裏邊各科嘅一啲叫做例子唔離地嘅，即係我哋由基本去做起，所以咧睇完參考咗，點都可以喺學校度推動到一啲數字教育或者 AI 教育嘅嘢。那不如 Miss Lam 也講講呢，因為這幾年也是你跟何老師是一起，就是推動這個沈香林的一個數字教育的嘛。我都可以分享下，即係呢幾年同何 Sir 之間嗰個合作，因為我自己咧本身就係科學科啦。咁喺即係政府話推出呢個大推 AI 教育入學科嘅時間咧，其實我已經科學科就同緊何 Sir 合作㗎啦。咁不過咧就真係喺聯課活動嗰度做嘅。今年我哋自己開始咧就真係睇下課程設計、課堂入邊都運用埋 AI 啦。咁我覺得之前都過去出過去唔同嘅分享啦，都有聽過唔少嘅即係回饋咁樣，咁發現其實咧原來學校推 AI 教育啦，最難咧其實都真係技術嗰個部分啊，因為我哋點樣可以推得咁順暢，就因為有何 Sir ICT 資訊科技嗰度去 support 啦，去支援。咁本身我哋已經有個校本嘅課程，學生已經學晒基本嘅技能，包括寫提示詞啦、生成圖像啦，然後今年就係生成影片啦。咁所以我先至可以將已學咗呢啲技能嘅同學仔咧抽出嚟，然後再做一個拔尖，咁就將我科學科嘅概念咧擺埋落去。咁所以其實就變咗 AI 係一個俾我去推廣科學概念嘅一個工具咯。要成功嘅話，都真係要各方配合嘅，尤其是資訊科技嗰個嘅技術配合。剛才何老師就說，你們在推那個課程，主要一個重點就是貼地，所以呢，我們看到你就是有聯合很多各方的好友一起幫忙，包括是蕭博士呢。那蕭博士本來是大學中文系裡面的嘛，那很多人就說 AI 其實跟中文系或者是跟蕭博士他很熟知的飲食中華文化是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你們其實也結合得很好。蕭博士當中這幾年走來了，你的感受又怎麼樣？呢幾年其實我哋即係中文科啦，或者中華文化、飲食文化嘅部分啦，咁喺數字教育或者係人工智能嘅推廣當中啦，的確如主持所講嘅嚇，咁就係好似大家覺得距離遠啲，咁所以因為好早認識啊何助校啊，咁所以喺某年暑假係啦，咁我又同何助校講人工智能同即係中文有冇啲嘢可以合作啊？即係而坊間又真係覺得呢兩樣嘢好似有啲距離有啲遠啊，咁但係後來我哋諗真係可以即係用 AI 人工智能嘅一啲生成圖像啊，或者係圖片嘅一啲專業技巧，如何放翻落我哋共同都覺得應該係貼地嘅，同埋校本嘅一啲東西裏邊。咁而中華文化亦都好多貼地嘅嘢，好多同香港相關嘅嘢。咁而中文文化嘅學習如何又能夠結合到 ICT 同埋人工智能嘅科技呢？咁我哋喺呢幾年都陸續去做嘅，咁亦都有好多新嘅東西出咗嚟。我哋喺大學裏面都係做校本嘅嚇，咁而我個科係中華文化在社區添嚇，咁就係呢幾年走來，我哋亦都喺書裏面啦，或者喺比賽裏面啊，甚或者我哋衍生嘅各個項目當中，都能夠好好地呈現。其實又唔係真係坊間所講嘅做唔到嘅，咁所以
第2版出嘅增訂版嘅書，正正就係結合咗一啲成果啦。咁當然即係呢個係跨科嘅成果啦。咁而今年我哋又着重做非遺啦，咁亦都何 Sir 嘅技術又再一次提升咗去另一個神級嘅層次啦。咁而阿 Miss Lam 嘅嗰個即係科學科，我哋亦都係今年喺大學裏邊推漁業，即係漁農教育嘅。其實嚇咁所以好多時候係即係我哋又向中學學界沈香林借鑑，咁而大學生嘅同學仔又知道學界究竟發生緊咩事，我諗都係十分緊要嘅，因為我哋大學生嘅同學仔好大程度出嚟都係做老師嘅，咁而佢哋好能夠喺審中有個前瞻性嘅學習，呢個我同阿何助孝都有分享嘅，因為佢哋出嚟面試揾工作。有參加過我哋項目嘅，或者有上過審中嘅課程啦，佢哋一出嚟就已經係優先好多其實嚇，因為呢個項目或者比賽，甚或者書裏面嘅結集係最頂尖噶啦，真係。頭先何助孝講得好好嘅，即係有時候佢哋會覺得啊，何助孝或者蕭博士你哋哇項目好好啦，好正啦，但係其實回歸翻我哋頭先講，唔係講笑嘅，係我哋即係幾年前喺暑假嘅時候真係度。喺電話嗰度仲係喂何助孝有咩可以做到？可以做到我哋話係諗下啦，再諗下啦。咁但係後來真係我諗係因緣際會，同埋個即係個時間，我哋彼此都喺嗰個專業好努力地做一啲嘢。咁而去到一個機遇，我哋衍生咗比賽；去到一個機遇，我哋入到校本課程。衍生咗機遇就係我哋今天嗰個出版嘅成果，都係其實唔係想像中咁簡單，咁但係一路以嚟都係好多朋友幫忙咯。問一下蕭博士，你本身是大學裡面的講師嘛？平常因為我一直接觸大學的層面呢，其實大學跟大學合作，大學跟業界合作很常見，但是大學跟中學合作的時候，會不會比較少見一些呢？我哋合作嗰時候應該係比較少啲嘅。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覺得，大學的程度應該比中學可能要高。呢個都係一般嘅諗法啫，因為升斗市係啊，即係我諗係大眾嘅諗法咯。因為識何 Sir 識咗好多年嘅，其實咁所以何 Sir 嘅專業程度去到邊，我哋一早睇到嘅自己。咁所以我哋無論係喺巴士站撞到佢啊，或者係即係電話聯絡，我都話喂，何 Sir 揾啲嘢搞下啦咁樣。係啦，即係我哋喺之前喺即係 NGO 某啲 NGO 嘅活動裏面，一早已經哇何 Sir 啲技術係好超前嘅。同埋我諗即係點解衍生我哋大學同中學合作咧？我哋又希望係嗰個機動性強好多，同埋個彈性強好多。因為大學同大學合作有嘅，咁但係即係大學同大學合作可能要簽訂好多嘢啦。咁而我哋大學同中學合作，咁一來我哋同何 Sir 熟啦，同 Miss Lam 又好幫手啦，咁同埋馮校長又好支持成件事啦。咁我哋當然我哋係主任又覺得其實又我諗喺而家嘅學界嘅學習當中，冇需要去框定某啲大學或者即係小學、中學。其實小學我哋比賽都合作㗎嚇，咁就或者係長者都審中都有好多項目同長者有關係嘅 AI。咁所以我諗而家嘅教育趨勢係唔需要限定某啲範疇啊，係只要係頂尖嘅，只要係夾得嚟嘅就可以合作啦。而且能夠幫到整個香港社會，無論是教育界的都可以一起合作。我諗呢個就係即係何 Sir 嘅理念咯，即係我哋最開始出嚟，當然同教育係一定係相關嘅，同埋校本係相關嘅。咁但係同審中同何 Sir、Miss Lam、馮校長，甚至我哋係主任，都好希望將成個項目係推到社區上面，係即係唔單單係教育啊，甚或者係服務一啲唔同社群嘅朋友，甚或者我哋即係大學亦都有 AI，即係做一啲功課去服務一啲 NGO 嘅朋友。咁審中都有好多做社區嘅嘢嘅。咁所以我哋教育其實某程度上都希望我哋即係自己又好，或者年輕朋友好，可以回歸社會。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教育理念。而且我覺得跟何老師學習的時候，無論同學可能他在參與學習的過程當中，他出來的一些成果呢，其實很容易讓媒體啦、不同的嘉賓呢，都可以看到。好像今天你們帶來4位同學呢，
他們各自其實有不同的作品，有一些是畫像的作品呢，有一些是影片的作品呢。那不如我們請何老師跟我們講講，比如說同學，可能中四的同學就是跟你比較久，對不對？他們參與過是什麼樣的項目呢？中四嘅同學咧係跟得我最耐，因為我記得我入沈香林，佢哋中一就經歷咗成個去到依家中四啦，咁就成個 AI 嘅課程。咁中四兩位同學咧，其實我哋當初有嗰個AI 電視台咧。我就即刻揾兩位同學，喂，不如試下做 AI 主播啊！咁所以佢哋做過主播啦。咁然後佢哋喺我上年第一年推嘅中三嘅同創共學校本課程，咁我就做咗個實驗，因為我成日都話我要推課程咧，我就一定要普及教育，即係唔可以受惠得幾個同學，或者是拔尖。冇錯，係啦，因為我唔係想喺學校創造咩奇蹟，就係沈香林出親嚟，做嘅作品都好勁嘅，唔係咁樣。我反而係想全級同學都經歷過做呢一個可能繪本又好，生成一幅圖像講社區都好，因為佢哋學咗呢個技能，他朝有日我有興趣，我可以繼續鑽研，而佢哋都經歷過啊嘛。咁所以上年開始就中三嗰個課程就全級嘅，所以其實咁當然在座兩位同學咧，佢真係要讚下做得好好。因為原來做一個你生成一幅畫同做一個繪本係兩碼子嘅事，因為佢哋做8頁，你要控制到個角色嘅一致性，對，係啦，跟住另外就係佢哋要做到畫風嘅一致。咁係唔容易嘅，因為我哋唔係用緊一啲所謂嘅罐頭 app 啊。咩叫罐頭 app 咧？就係可能有啲 app 係你課金咧，其實你個界面只係打字就已經可以出到好多唔同嘅嘢。我想教到佢核心嘅嘢，所以其實佢哋用緊嘅平台咧係我23、24學年我就選定咗一個平台，咁叫 Stable Diffusion。咁呢個係一個開放源碼平台，就係他朝有日佢哋有興趣做創作。佢哋買一部機就唔計 credit 已經可以做到，咁所以佢哋去掌握到呢樣嘢，其實係經歷咗3年啦。咁然後結果佢哋出到嚟嗰個效果學，咁就冇咗個解難位啦，已經係啦。我哋推 Steam 係講解難，咁所以佢哋裏邊有好多同學就係都交咗8頁俾我㗎，不過就可能個風格唔一致啦。呢一刻係你見到係一個好真實嘅真人版嘅畫面，下一個去咗迪士尼風格㗎，係啦。咁兩位同學就係佢做繪本就做得好好，就係拿捏到嗰樣嘢，所以最尾佢哋就配埋音做埋影片啦。呢兩位中四嘅同學係應該體驗得最多嘅作品嘅。歐同學先講。我喺中三嘅同創共學課程當中咧，就學識咗點樣去運用一啲 AI 嘅軟件去創作唔同嘅圖片啦，然後咧亦都學識咗去運用一個 AI 嘅呢一個技術咧，去可能生成一啲提示啦，令到 AI 咧可以去接受到呢一個嘅咒語之後咧，去生成一啲更加貼合我想要嘅一啲圖片，而最後咧就將呢一啲圖片咧去融合埋一齊啦，然後咧就創作咗一個故事出嚟，然後後期就加上自己嘅配音啦，就成為咗我嘅AI 嘅作品。嗱，剛才何老師就說最難就是一致性呢個情況嘛，你怎麼樣解決呢個問題？而呢一個一致性咧，其實我喺課堂當中其實都嘗試過好多次啦。何老師咧亦都會一開始可能會叫我哋去自己嘗試一下點樣去將呢一啲風格咧可能一致啲啦，即係可能每一張圖片嘅人物角色都要係一樣啦，然後故事咧亦都係要結合得好好嘅。咁後期咧，我哋真係解唔到嘅時候咧，何 Sir 都會去同我哋解釋翻啦，或者係去教翻我哋點樣去好好咁樣去運用嗰個軟件一致翻嘅一啲圖片。OK，好啦，那葉同學。
我創作嗰個故事呢，其實係我本身只係諗住可能隨便應付下可 Sir， 咁就冇認真啦。我就用咗歐同學嘅英文名嚟做我故事嘅主角嘅。咁我亦都運用咗可 Sir 教我哋嘅方法去生成唔同圖片啊，例如點樣令到啲圖片一致性啊，即係可能模型啊、種子同埋參數上面要調節啦，咁就先可以令到啲圖片一致啲，同埋要修改翻，可能有時候啲人物咧手指又多咗幾隻咁樣嗰啲問題咯。那一開始你就剛才很老實，就是說其實交功課嘛，就應付一下就 OK 了。但後來為什麼會令到自己想把它做好？咁後來咧發現，咦，原來其實都唔簡單喎，唔係草草了事就可以做完嘅。咁就開始認真去生成啲圖片啊，然後就發現原來幾有趣嘅，咁就自己生成唔同嘅圖片啦，然後再設計一個故事，再配音，咁就完成咗一個繪本啦。由何老師一開始給你們功課，到你覺得自己有興趣，整個過程大概多長時間呢？大概可能即係1-2個禮拜咁樣上堂之後，慢慢發現原來呢件事唔係好無聊啊，唔係淨係生成圖片啊，可以自己做唔同嘅調節啦、修改，係有趣嘅咯。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除了是 AI 學習，也是一個很好的教學。因為我覺得很多老師，無論是大學教授也好，都會覺得怎麼樣令同學有興趣，自己做好那個自己的作品啊、功課啊，其實也是一個很難的事情。但是何老師還有林老師都做到這一點。OK， 好，另外除了2位中四的同學呢，也有我們今天最小的中2同學，他是參加過怎麼樣的活動呢？咁啊，除咗2位中4嘅女同學咧，咁今日仲有就係嚟中2嘅劉同學啦，同埋中3嘅池同學。咁其實咧，嗱中4嗰2個同學咧資歷係最深嘅，咁然後咧就劉同學同埋池同學咧就後來居上啦。咁佢哋咧都其實都緊追個進度嘅，因為咧其實佢哋就未去到咧中3嗰個生成影片嘅課程嘅。咁但係咧因為上年2位同學上年中3啦就開始新嘅影片製作課程啦，咁然後我都揾咗阿池同學，因為佢喺呢一個嘅AI 生成圖像呢方面咧，其實係非常之有興趣嘅。咁同埋咧，佢自己對於呢個ICT 啦，即係啲科技嘢啊、工具嘢咧，其實佢自己都有好深入嘅研究嘅。咁所以咧，我就邀請咗佢加入咗 STEM Lab 啦，我哋嘅課外活動嘅小組啦。咁然後咧，我都好貿然地邀請佢咧，不如都嘗試下中3新嗰個課程啦。咁我都同步咧都揾佢咧去試下整嗰個嘅繪本。咁當然咧，個效果咧就真係冇阿歐同學同埋葉同學咧嗰個技術含量咁高嘅，係啦，即係可能嗰啲種子一致性咧，我就冇對池同學咧咁高要求，但係佢創作嗰個故事咧，符合到我嘅科學嘅題材啦，我講可持續發展，咁佢都真係咧幫我整咗一個咧。介紹到休漁期啦，跟住呢個生物多樣性啦概念嘅一個繪本故事，咁我覺得係真係喜出望外嘅。劉同學算不算是一個跳級或者是超前學習的其中一個同學呢？劉同學咧就真係嗱，今年佢中2啦，咁其實就暫時佢都係中2，我都真係教緊呢個生成圖像嘅。咁不過咧，因為佢比較主動，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喺早少少時間咧已經參與嗰個 AI 主播。講緊佢嗰陣時係中1，即係上年係啦，咁佢已經話非常有興趣做 AI 主播啦，咁又肯因為佢口才都幾好嘅，佢好肯講嘢，係啦，同埋喺學校做校園大使嘅，咁所以咧佢都自告奮勇啊，想做 AI 主播，咁所以佢都參與咗 AI 主播嗰個部分。咁然後咧上年對佢嚟講咧都真係有少少超前嘅，因為佢除咗做 AI 主播，佢都參與咗咧部分嗰個科普影片入邊嘅素材製作，咁其實已經係去到即係中2嘅程度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佢都算係超前噶啦，係啦，所以呢2位同學咧係後來居上。OK， 好，首先把時間交給劉同學了。那講講，比如說，好像剛才老師所說，中1的時候就已經發覺你在這一方面有興趣。咁其實我喺中1嘅時候咧，咁就
有去錄音啦，做 AI 主播啦。咁之後咧，我有幫其他同學嘅影片咧去例如去生成一啲圖啦，例如可能佢嗰一集係講一個珍珠啦，咁我會幫佢可能問下Miss Lam 啦，點樣去整到一張更加靚嘅珍珠嘅圖片啦，或者係一啲可能係關於海底世界咁樣類型嘅嘢啦，咁去幫同學嘅主播嘅片去生成一張唔同嘅圖片。然後老師就發覺你，哇，很有興趣，或者是有天分啊，其實就給一些可能是，比你課程裡面稍微難一點點的，給你，會不會覺得很困難呢？那時候我自己覺得嗰時嘅我都係對呢一方面突然之間就特別有興趣啦。咁其實嗰時都冇覺得係好難咯。咁但係咧，即係去到我而家啦，咁其實上同創共學嘅時候咧，因為嗰個可能中意學嘅嘢會比較進階少少啦。咁雖然我中一已經學過啦，但係其實我中意即係例如上堂嘅時候咧，我都有試過即係好崩潰咯，即係整到哦。但是你已經比其他同學先學了一些的咯。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可能即係其他同學比我更加有天分。係啊，要謙虛啦。我想補充少少，係啦，其實阿劉同好誠實啊，因為佢真係咧而家上緊中二嘅嗰個課程咧，佢都唔係每次都成功嘅，係啦，咁。其實咧呢度我就想講，因為咧即使掌握咗一個技術，但係其實咧係因為佢好多參數啊，其實係要花時間咧去鑽研嘅，即係睇下唔同嘅模型夾啲咩嘅小模型出嚟嘅效果會比較靚。咁呢個咧就真係係咪齋技術就搭救到咧？又真係未必嘅，即係講經驗係啦係啦。所以難的地方，或者是要鑽研的地方，就是這樣子了。那另外呢，今天帶來第4位同學呢，是一位男生呢。那老師就說，他在影片方面呢是厲害的。那我們交給池同學，為什麼你會喜歡關於一些生成影片方面的事情呢？嗰陣時就係一個即係學會集會嘅時候嚟嘅，然之後就 Miss Lam 佢就叫我去嘗試一下做呢啲影片生成嘅，係咯。你有沒有學過的呢？之前之前有學過，但係好誠實講冇專心咁聽。哦，然後好啦，那老師就給呢個任務給你啦。後來呢？後來我就都有再問翻 Miss Lam 點做嘅，就發現自己有呢個興趣咯。然之後就試下自己做咯。結果就覺得都做得挺好。我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嘅。OK，嗱，問一下 Miss Lam 啦，佢覺得做得唔好喎，其實。佢嘅技術咧，我就唔質疑嘅。咁啊，其實條片啦、內容啦，其實係已經符合咗我想要嘅嘢啦。推廣到科學嘅可持續發展啦，講到優越期知識啦，咁又講到少少我嗰啲生態學嘅嘢啦。咁其實喺呢方面咧，真係佢自己做資料搜集嘅。咁然後咧，我諗佢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嘅地方，可能就真係錄音嗰方面啦。係啦，咁因為咧嗱，我諗阿慈同我都知嘅，因為佢講嘢咧就真係冇咁流暢。咁但係咧，我覺得好欣賞佢咧，就係當初我話叫佢錄埋音咧，佢都有少少抗拒嘅。係啦，因為可能佢唔習慣對咪啦，或者係聽翻自己把聲啦。咁但係咧，結果咁其實佢都係翻屋企咧，有幫我錄到完整嘅一段嘅繪本嘅旁白。咁你話係咪好完美咧？當然就未去好完美，但係我覺得咧，至少係佢嘅嘗試啦。咁因為何 Sir 話齋每即係一個課程入邊唔會個個都做得好好噶嘛。咁總有少少瑕疵，咁但係呢啲瑕疵咧，其實就係進步嘅空間咯。嗱，問一下何老師啦。其實我們看到 AI 的發展裡面呢，很多事情現在都做得到，但是你堅持同學可能學完不同的步驟之後，反而要親自去錄音，因為本來錄音這個可能同學講幾分鐘話，你生成什麼語言都可以的嘛。無論同學多麼害羞，其實他們講普通話又 OK，講日語 OK，韓語都 OK 的嘛。為什麼堅持他們要錄音？正如你所講，依家個科技真係好犀利。
我做咗一段片咧，係我嘅校長馮校長講德文，係講日文。咁阿校長聽到好開心啊！佢哇正啊！以後校長的話就用 AI 片啦。係啊，真係科技好犀利。校長都成日講，可能一間學校裏邊有20% 係一啲叫做精英，係啦。但係嗰80%，我哋點照顧埋佢哋？即係喺沈香林嘅教育，我一路去推動個課程又好，點解普及教育？又或者在座有啲同學仔，可能佢講嘢未必係太擅長，但係我哋就係要俾機會呢啲同學仔。亦都引證咗一樣嘢，就係呢啲同學仔其實出嚟社會都係㗎。係咪每個人都擅長晒所有嘢？其實唔係。即係譬如你見到我今日講嘢好似都算流利啊，大家覺得係咪？但係其實我係好怕講嘢，我係 I 人嚟嘅。OK，我今晚翻到屋企我就好攰，我就要8點我瞓覺，因為用晒啲能對啦，係啦。咁但係我喺其他方面，你叫我喺度我鑽研 AI，我一個人好 OK 喎。我成日都同蕭博士講，喂，唔好太多應酬俾我，好想去。但是蕭博士很多應酬。係啦，蕭博士就係 E 人嚟嘅，係啦，我哋兩個一粒一突咁樣咯。咁所以點解我要學生踏出第一步咧？其實好重要，就係譬如池同學，佢對自己要求高係好喎，亦都佢知可能就係我做嘅片。因為佢都未經歷中三學圖像生成，即係兩位師姐已經可以用頭先已經阿葉同我講，我用種子，我用 LoRa， 我用模型去控制，未必一定需要咁樣，但係佢哋係一手一腳經歷晒所有步驟，即係我想講係中三期啲同學好犀利，就係咧個劇本佢哋自己加咗一啲意思落去啦，然後因為佢中一已經學咗 AI。咁中三咧，我俾咗個任務佢哋咧，就係你哋可以創作任何古仔，但係你要有我哋校監嘅人生基本功嘅一啲元素落去。校監好好咧，就係有一個人生基本功，就係要我哋做每件事都堅持啦、投入啦、善緣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咧係去做劇本嗰陣，佢哋真係要好似導演咁咧，嗰啲 storyboard 咧就係嗰10版其實要演繹啲乜嘢。咁所以去到最後咧，其實就係佢點樣用 AI 教識咗，因為咧個 AI 一定係唔識一啲香港好在地嘅文化嘅，即係校監嘅人生基本功應該唔會 AI 會識嘅。其實佢係擺咗先教咗個 AI 啦，然後咧出到嚟個驚喜就係咧，在座每位同學嘅作品咧，都有佢哋嘅一個主題。嗱，呢個係老師完全冇干涉到，因為我有一位同學冇帶上嚟，佢係自己做一個佛化嘅故仔。係啦，用佛化為主題，咁可能佢喺佛學堂佢好深嘅印象。有啲葉同學佢係做咗個古仔係為阿歐同學而做嘅，其實係啦 ，Sophia and Friends 係嘛？你嗰個古仔係啦，咁啊歐同學咧佢做嗰個古仔就係講緊一個畫家。因為佢自己係好中意畫畫，其實佢除咗你唔好睇佢係科技人，佢原來係中意畫畫嘅。咁然後阿池同學就係我學咗基本嘅嘢，我想做一個講魚嘅古仔喎。如果都用咗咁多 AI 啦，配音都要揾 AI 去做嘅話，其實裏邊嗰個核心，我哋推 AI 教育嘅價值唔係取代晒所有嘅人類啊嘛。所以我就堅持佢哋要配音，而配音都係踏出佢哋第一步，就係你試下去講嘢啦。即係可能叫同學仔上台講嘢，其實會緊張。我好坦白，到我今日，就算我去大學教書，我上台前我都會緊張。不過你哋唔覺啫嘛，係啊。咁所以個課程就係要製造一啲機會，亦都係我想分享俾學界睇到，就係咪盲推咧？又或者係咪用而家好勁嗰啲罐頭 app， 即係打隻字，其實出到嗰個畫唔係你好勁，係因為你有錢課金，背後就係同學仔講嗰啲設置啦。
劉同學講得好，我學到崩潰啊！就係我想見到嘅嘢，你就係要知道原來個課程個價值啊。因為真係唔可以走錯方向，我自己覺得就係顧及學生全人發展同埋核心個技術。所以這個就是跟我們常常講的結果反而是不太重要，因為你可能很多方法都可以拿到最後很漂亮、很亮麗的一些影片，但是同學在當中能不能學到東西呢？冇錯，這個就是問號啦。學到乜嘢咧先係重點。每一次請到何老師或者是你們上來了，我都覺得會有一些新的事情會發生。今天我知道你們也帶來一個新的，就是 Eco Lab 的一個地方，這個是之前沒有的，那也交給你們在最後跟我們講講了。這個是什麼地方呢？係咁啊，呢個 BSE Eco Lab 咧，其實就係嚟自於我哋本身有個校本 AI 課程啦，咁然後就有一個衍生嘅。咁其實就係一開始我哋嘅宗旨就係想將同學學咗嘅技術可以回饋社區，帶入社區。咁而呢個 Eco Lab 咧，其實就係同社區嘅一個合作嚟嘅。咁因為其實呢2年開始咁啊，我科咁啊捉咗個主題係可持續發展，咁就同漁會啦，咁就係崔楊元咧，咁就有個合作啦。咁其實今年咧，我哋嗰個Eco Lab 咧就已經發展到同漁會有個合作，係推廣一個社區課程，咁就將咧漁民嘅文化或者漁業教育咧擺入去學校，然後再推出去社區。咁今年我哋就其實都好緊湊啊！一年咧，我哋每個星期六咧都有一啲嘅街坊啦，唔同嘅小學啦，咁會過嚟咧去參加我哋 Eco Lab。咁就因為我哋自己咧喺學校咧養咗一個嘅養殖中心，咁就係養珍珠蚌嘅。咁其實就係回應翻咧，政府2年前咧推出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咁就係強調可持續發展呢個概念。咁其中一環咧就係幫漁民轉型啦，咁同埋咧點樣有個可持續啲嘅養殖方法咧，咁就推廣養殖珍珠啦。咁所以咧就將佢擺咗入學校。咁我哋咧就啲同學仔會喺學會嗰度咧去日常照顧啦。咁然之後咧星期六就有啲外賓街坊會過嚟上堂。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 Eco Lab 咧，其實點解會有呢個合作？其實去翻一開始都係因為機緣巧合，咁啊我哋學校發展 AI，咁然後外界社區見到，咁然後覺得可以有個新嘅火花，咁於是乎就啟動到呢個嘅課程咯。我覺得剛才林老師所說火花是很重要的。未必我們在學校的時候知道什麼事情會激發到我們的火花，但是我們呢通過實踐或者是實驗，我們經驗，我們會找到屬於自己的火花。那今天非常謝謝何助校，謝謝林老師，謝謝蕭博士，也謝謝4位同學，謝謝你們。希望不久的將來也邀請你們上來，也分享你們學校一些裡面新的東西。謝謝。